国瑜，你往上站一个好不好？往上前。然后我们第一排的蹲下一点。哦，那可以退后。哎，那可以退，我们退后，退后一下，退后一点点，谢谢。好。OK 了吗？要不要过来一点点？这个好像偏一点，会不会偏一点？应该是你们要过去一点点。这边有栏杆啊。哦，你要出栏杆吗？小朋友，那就往我这边移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一点点，再过来一点点，再过来一点。这样子好不好？你们把牌子举起来。你卡来对嘞，哎，那个小朋友你的脸。好，站定位了没？好。你往站过去那边，你是桃园站过去，然后你们小朋友往这边过去一点。好，没事，算。看哪里？哪一台？这边看右边。看阿这边中间。这边，停，大家，倒立头，低一点，看我，1、2、3，好，一起帮自己人，手要好不好？来，1、2、3，加油下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好，再一次，1、2、3，加油！不要乱拍啊！声音快一点。你可以跟右手做好。这边要拍吗？好了，再看一次。1、2、3。